咱看這明明是烏多擺抬轉的車架，不過煞有人徛佇個架仔內咧等青紅燈。這是民眾呢經過彰化市中興路甲三德路口，看到有一個婦人人呢是帶兩個囡仔徛踮這烏多擺的抬轉架內底。警方表示講，安尼做呢已經違反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提醒民眾咧過車路的時，就要遵守相關的規定。民眾騎機車到路口，但是頭前的機車抬轉架停的不是機車，說是有負責人帶兩位囡仔徛佇機車抬轉架咧等青紅燈要過車路。若是有機車要倒越抬轉，根本無所在通停。代志就發生佇禮拜透早9點外，彰化市中興路甲三德路口。其他的民眾看到這個畫面嘛，感覺真喊過。太扯了，就有斑馬線的話就走斑馬線就好，就不用再跟機車搶位置這樣。正常的概念當然是斑馬線比較安全嘛。附近民眾表示，這個所在上下班的車真多，而且路口另外一邊就畫斑馬線，徛佇機車抬轉架實在真危險。警方表示，調閱相關監視器發現，這位負責人徛佇機車抬轉架違規過車路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會當罰500塊。婦人帶兩位小朋友站立於機車停等區過馬路影片，經調閱監視器發現該名婦人不但違規站立於機車停等區，還違規穿越馬路。該違規穿越馬路行為，依據《道路交通管理條例》78條，可處新台幣500元。警方呼籲用路人，若是要過車路，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定。若無行佇斑馬線，也是無佇違設人行道的車路挖邊來行，攏是違規的行為。毋但會食罰單，嘛可能會發生危險。記者楊淑靜，彰化報道。